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啦，外邊升龍區啊，喳喳聲已經搶咗上去放啊，跟住佢埋睇啦，太陽勇士啊埋咗嚟，跟佢第二。電信巴打內欄第三，第四位仲有馬魯啊，第五位外邊喎，紅眼就超超比中間呢，咁啊仲有灰色衫粉紅帽係自跑得啊，大約跟住個內欄第七啦，灰馬係精英紅心啊，出邊優才上咗少少啦，尾四黃衫起自保，後邊三匹馬喜連勇敢外邊，紫色衫內欄尾依快路，暫時殿後係一先生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升龍區接嚟咗個零身位嘅太陽勇士啊，跟住佢電信巴打第三，第四位仲有馬魯啊，揈出去外邊啊，自跑得啦，最出嗰邊嘅優才啦，偷入邊上喎，灰馬嘅精英紅心嚟嘅。好啦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升龍區仲有一個馬位優勢啊，太陽勇士追緊啦，太陽勇士後邊呢，仲有精英紅心啦，出邊試跑呢隻呢，咁啊自跑得亦都追緊上嚟，最後100零米升龍區有驚喜喎，接嚟咗2個身位，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跑第2、3名嘅馬都係馬房同一馬房嚟㗎啦。